好像有马队笔记。应该只是路过，要杀我也不至于在官道动手。 干嘛？那女的你认识？轩辕清风。龟山捕牛大港上的轩辕世家。就是。江东轩辕，你也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轩辕世家有着数百年的基业，天下江流水运皆在轩辕门下。轩辕家还有个老怪物轩辕大盘，已是天象境。 金刚指玄天象，那不是跟王仙芝一个境界了？轩辕清风，那不是轩辕家嫡长孙轩辕敬城独女吗？你怕她？怕是不怕的。那你躲什么？也就是之前3年游历的时候，跟老黄遇见过他。你把她怎么了？这不当时还有个。 温华嘛，他就是看见轩辕清风长得不错，夸了2句。怎么夸的？也就是什么魂魄形状啊，利于生养啊。温华说的。然后这轩辕清风他不讲道理啊，他追着我们打，就这么点小误会。 江湖儿女嘛，应该大气些，啊！人家没杀你就够大气的。魏爷爷，远远跟着前面那队人马。明白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不是躲吗？跟着干嘛？轩辕家有用啊！轩辕家族掌控天下水脉。 辉山跟龙虎山一江之隔，仅凭一个世家可以和龙虎4天师分庭抗礼，多高的地位！所以徐骁让你联姻？绝对不是。实不相瞒，这一行轩辕家本来就是要去拜访他，倒是遇着这轩辕清风是个意外。看这方向，他也是去辉山。他们家掌控天下水脉，他怎么不坐船改骑马了？ 要不你去问问？轩辕清风，听说他和他爹势不两立，这一脉顺下去，或许有好处。算了，还是先杀小舅子要紧。 路过的，并无恶意。杀气还挺重，好盔甲，好刀法。不打了，能麻烦问一句，为什么要动刀？我们认识吗？刚睡醒，脾气躁，这会儿呢？杀不掉，睡觉。阁下贵姓？ 。
小路更近，能早归回山。走小路。打路，上，驾！袁庭山，小姐这是要回山，回山又怎样？还是别回了。你只是我轩辕家的门客，敢拦我的路？我也是听令行事。听谁的令？老祖与古牛将大雪平亲传调令要我回山，轩辕家谁敢违命？你说呢？我爹让你来的。我若非要回去呢？回不去的。啥姓都中，谁家有这棺材？你们是谁？我家公子是来救姑娘的。阁下是谁？人在问你话呢。要不然我不露面。那你费劲救人家干嘛？你想啊，当年我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而温华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他就追着我们打了几条街。这如今我救他一命，也算是扯平了吧。多谢阁下相救，还请当面道谢。是你？你给我站住！老黄，放弃！温华，姑娘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好屁股好生养，
那都是夸人的好词儿啊。看什么看？哎，不只是屁股，你看这腰也好，杨柳水蛇、黄蜂，这都能对得上。好身材，好曲线。杀了你臭流氓！哎，轩辕姑娘好呀。哎，等等，姑娘你记错了，当时怎么是我一个人呢？明明还有一个老黄，还有一个温华。那些话都是温华说的，我最多就在边上竖了个大拇指，帮了个腔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，姑娘，我也是交友不慎，咱们都是受害者。你还敢出现？这不有缘吗？后会有期。蜀秀，魏爷，放心，他逃不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就差那么一点儿，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姐姐白疼你了。那要不我来心疼心疼姐姐？小嘴真甜。又跑了，调戏到老娘头上了，就在前面，追！你是北凉徐凤年？我这个身份人人喊打，用不着假扮吧？刚才要拦着你那个人是谁啊？与你何干？看来是有人不想让姑娘回辉山，不如同行。这一路可不好走。你许萧儿子？姑娘是彩礼清楚这关系？这么看来，是有些像。姑娘，你说什么？你也上辉山？我去龙虎，一江之隔。刚好，同行一段。哪儿去了？过河了。多谢前辈。这是剑法还是暗器36天罡桃木剑阵，桃木剑身为什么用玉剑？这不显得贵气吗？帮人给世子带去。好。不可能啊！我这全力一掌，就算不死，也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的逃走。别装了，
你又没晕，我真要杀你，刚才就不会救你。干嘛救我？你动刀偷袭的是北凉徐凤年，有机会联手再杀一次啊！我要是不跟你联手呢？我不勉强别人。不过你想清楚，你对他动了刀子，北凉会放过你吗？轩辕家会为一个门客与徐骁为敌吗？你什么时候动手？下次见面再聊。希望你能活到那时候。你不等你的那些手下了？他们赶得上来。姑娘这么着急回灰山，是有要事在身。算是。拦你那人是谁？袁庭山，我家门客。门客拦主前。应该是我爹让他拦的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轩辕家的大事儿，会不会不方便让我知道？会。当我没事。北凉的蛇想伸进灰山？喝水吧。不用。仗是见光顾着生气了。你仔细看你的面容。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这面容，我娘应该喜欢。我歇会儿。你说他是不是心智有问题？徐凤年，说真的，你是不是还见过他娘？真没有。咱们说正事儿。前辈，你知不知道轩辕家那位老祖？啊，灰山古牛将大雪平上，轩辕大盘，和我斗过剑呢，还活着呢。谁赢了？我只输过王献之啊。哎，你刚刚说了轩辕大盘什么境界？天象境。怎么跟我一样啊？那不是很强？境界有什么用？能打才行。小子，你想动灰山呢？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路，用处大得很。怎么收服？要不娶了外头那丫头？我徐凤年绝不卖身。他和他爹怎么回事？据说轩辕清风和他爹关系极差，所以常年不回灰山。他和他爹为什么关系差？他爹轩辕敬城是轩辕家嫡长孙，按理来说，应该由他执掌家业。可是现在整个灰山上下，没人把他放在眼里。为什么？他只爱看书，不曾习武。爱看书有什么不好啊？轩辕一族毕竟是江湖世家，那是长不了家业。不仅不习武，据传他性子软弱，不成大器，是个废物。那不是跟你一样？什么叫跟我一样？你之前的名声不就是跟他一样？我也是啊，我之前的名声没准比他还差呢。你小子心狠，藏得深。轩辕家族那小子搞不好也是如此。若真如此的话，他藏的可比我久。其实关键就一点，轩辕清风为什么回灰山，他爹为什么拦他，明白这个，整盘棋都看透了。我发现你自从见了曹长青之后，聪明了不少。厉害厉害，女王风范。哎，不是，我本来就很聪明啊。
大哥天天读书，读出什么来了？读春秋大义，读众生碌碌，读是非曲直，读大道无形。读这么多，有什么用？有用，心不会乱。心不会乱。我刚刚听说一件事情，那个耍刀的门客叫什么来着？袁庭山。对，袁庭山。我听说他下山了，在下山前好像还见过大哥。有这回事？怎么，小兰清风回家啊？大哥，老祖宗选了你家女儿入大雪坪问鼎阁，接受武学的传承，这是何等的造化！你派人去拦，读书读糊涂了，大哥。做父亲的总得做些什么吧？回山的路这么多，一个袁庭山怎么拦人啊？就这么巧就能碰上？笑话也听够了，我就不陪大哥了。我还得去问候嫂子。对了，嫂子养的鱼不错，你去看了没？哎呦，对不住，我给忘了。整座灰山，人人都能进嫂子的住处，唯独大哥你不能进。读书有用，心不会乱。那你慢慢读。你家世子连饭都不会吃吗？他们回来了。世子没抓住，这家伙滑溜得很。没抓住不要紧，沿江而下就是回山，他也没机会拦人了。你说呢？我闲逛一会儿。请便。小子，哎，不闷吗？出来走走。你傻了吗？明面上我被齐少叔叔给带走了。干嘛呀？这一个人待着倒是有点意思。就是这如厕怎么办呢？要你管啊！哎，你们两个别闹了，等我把话说完了再闹。您说，轩辕清风不是去闲逛，他去的那个方向藏了个人。这您都知道？这距离瞒过我的没几个。偷偷见个人也没什么，毕竟我这北凉世子名声不好。见的人倒是有点意思。您还知道他见的是谁？
受伤了？3人围攻，被打了一掌，伤重吗？搞不好会死。这么严重？还能坚持回山？我爹给你什么命令啊？不能伤你，不能让你回山。那老祖为什么召我回山？让你入问鼎阁，受老祖亲传。天大好事儿啊！我那叔叔都没拦我，反而自家亲爹怕我一步登天。你爹早有准备，你身边人全是他眼线。我知道。小路更近，能早会回山。走小路。一次铲除干净，还挺顺利，莫名其妙冒出个世子。你对徐凤年动刀做什么？忍不住。什么叫忍不住？忍不住想看看，这种高高在上的世子，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？袁庭山，别真变成疯子。我爹不让我回山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他没说。算了，反正大局已定。回山后你安心养伤，今后自会给你机会习得问鼎阁内绝学。好。抄小道回去吧，别让人瞧见。去吧。我在辉山等你。逛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该上路了。好。山下传来消息。我那侄女已经在江边了。久别重逢，大哥应该跟我一起去山下接人。来人，夫人下山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请吧。大哥有多久没下山了？大哥，你真的是读书读傻了。轩辕世家风光至今，靠的是拳头够硬，实力够强。你看，人到了。你家的船？清风归山，做叔叔的陪着你爹亲自来接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回来了。老祖宗要收清风，谁也拦不住。声音最大的那个就是你三叔轩辕敬轩吧？听说这么多年，轩辕家一直由他执掌家业。别的不说，嗓门不错。多谢徐世子，告辞。这就走了？徐世子，辉山不会跳进浑水，也不会依附北凉，就此道别。
黄门儿。这看什么呢？大哥，送你女儿回来的这小子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未曾见过。想必又是借机讨好辉山的江湖子弟。清风，黄门儿，黄门儿，哦，这是对兄弟啊！这么巧，还真是小王爷。他不是怕水吗？哥，前辈，送我一程。嘿。没想到老夫的两袖青蛇竟然成了坐骑了。收钱啊！嗯，租牛租马都要收钱，你可别便宜他。哦，小丫头。哥，哥，不是怕水吗？已经不怕了。山上啊，有些山楂已经熟了。自打那天起啊，这孩子就天天在江边等你，等着等着，他就不怕水了。了不起！啊哥，老于，咱们入乡随俗，吃点斋饭就行了，别让你师傅为难。没事，老道士师傅不为难，他会做鱼汤。哥吃鱼，这天天吃斋菜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上龙虎可别提鱼的事儿啊！好仙，没人提鱼。哎呀，把鱼放下吧。赵熙团龙虎寺天师，我听说赵熙团收了徐骁的儿子当徒弟。徐凤年，哎，用不用等他们？咱们先走，他们会跟上。好嘞。你的女儿怎么会认识北凉世子？我也不知。走了。回山，清风离家数年，今日归山，我也是放心了。与你同行的是北凉徐凤年，是。与他是旧识，之前见过一面，不算熟悉。是吧？不熟还送你回山啊？或许是顺路吧。顺路，清风啊，咱们轩辕家传承数百年，可不能把命脉交到别人手上。三叔高见。二叔，清风啊，你还真有面子。你二叔平常可是不露面的，
明日老祖召你入问鼎阁。回二叔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明日便去。是。你二叔全心习武，在这灰山上，除了老祖宗，就没人在他眼里。景风，将来你可是老祖宗的亲传，轩辕家说不定就想交到你的手上。三叔才是轩辕家的擎天玉柱。你们父女多年没见，好好聊聊。我去看鸟。清风，什么事？那徐凤年对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就问这个？你若投靠，可有把握让徐凤年支持你？合纵连横，书里读来的。想用我换北凉支持，让你有机会夺回嫡子长孙的世家之权？龙虎山是天下第一门派，怎么这么穷啊？哎呦，天师府在山上，拜山的去那边，我这逍遥观可就没这福气喽。你不住龙虎山上？人太多，活着累。再说这孩子，也不适合住在那人心浮沉之地呀。凤子营驻扎关外，随时听候调遣。天生金刚镜啊，人间警戒了。你这个弟弟啊，入指玄镜就能举世无敌，可别入天象镜。天象镜要天人归一的，这深谷怕有劫数。哈，我这弟子啊，修的是大梦春秋，可以借心法度天地劫呀。你这个做师傅的倒是用心。嫡传弟子比命还重要啊！李剑神，好久未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不太记得。我呀，龙虎的赵西团呢？鱼好了吗？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您再耐心等等啊。怎么连我都不记得了？不用使眼色了，江离从后院进来的。车上多个人，我还能不知道？还有谁知道？别说出去。那是自然。江离，小王爷好。哎呀，等我回来。什么情况？你可没见过小王爷。放心吧，我那弟子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世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多谢老天师照顾黄马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自家弟子那是应该的。老天师啊，这龙虎山和灰山一江之隔，您对灰山轩辕家应该挺熟吧？还行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他想拉轩辕家上自己家贼船。这轩辕家可是名门，
还有啊，这天象境的老祖轩辕大盘，不会轻易的投效北凉吧？不急，咱们就闲聊。哦，哎，聊什么呀？聊聊轩辕家有什么趣事。哎，这倒是有些。说来听听。你听它干什么？我马上就要回蜀地了，说不定有什么用呢。你就是想听八卦。夏虫不可语冰。蜀地？你刚才说什么蜀地？哦，她是西楚公主。哦啊，没事儿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世子，我好歹也是龙虎山的天师吧？你跟我说这个不打紧。您是黄门师傅，咱们自家人。哎呦，你就不怕把他抓起来呀？你抓吧。啊？曹长青跟着他呢。官司无敌曹长青。对啊，我家齐赵叔叔。得，咱们还是聊聊轩辕家那点破事儿吧。好呀。娘，你怎么回山了？老祖宗召我回山，是要让我入问鼎阁。若能得老祖真传，或许能让家族大权回到咱们大房一脉。你轩辕家的事，不用跟我说。若有一日，你真能掌控轩辕家大权，记得把我赶下山。你们终究是夫妻啊，娘求过你吗？好，你就不该回来的。我为什么不该回来？你被人瞧不起一辈子，什么都不敢争，这也随你。如今我有机会夺回咱们这一脉该得的，这你也要拦吗？轩辕大盘没想授予你真传。这老祖宗召我入问鼎阁是做什么？寻我聊天？他要与你双修。您是疯了吗？那是轩辕家老祖宗，是自家祖辈。轩辕大盘不是轩辕家的人。轩辕大潘不是轩辕家的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这老家伙啊，曾经是轩辕家的门客，之后入赘回山。可他不是姓轩辕吗？入赘回山的都要改姓轩辕，结果还成了轩辕家老祖。毕竟是入了天象境嘛。他入赘的事啊，从不外传，也只有我们这些老的还知道。那如今这轩辕家族都是他的后代了啊？那倒不是，他这一脉骨血呀，经过数年的江湖争斗之后，一个都没留下，全死光了。这是防着他呀。哎，那个时候他没入天象境，自然得忍着了。那他还留在轩辕家？谁说不是啊？后代死光了，他还心甘情愿的留在轩辕家族当这个老祖，恐怕他自个儿真把自个儿啊当成了轩辕家一族了，啊？他在报复。也是世事无常，谁能想到，他能成就天象界，如今竟然还成了轩辕家的老祖。他早年受创，再没留下血脉，如今神功有成，他便有了传承自己血脉的机会。那为什么是我呀？他一直在等这一天，他要让轩辕家真正成为他的血脉。可他都这么老了，他是恨轩辕家的嫡亲血脉。怎么可能？说的都是真的？
这件事情虽然隐秘，但是你二叔、三叔都是知道的。那他们还让我回来，我是他们侄女啊！你为什么不告诉袁庭山，让他把真相告诉我不好吗？我告诉他了呀。什么？我爹不让我回山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他没说。我把一切都告诉他，就是让他转达给你真相啊。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们轩辕家可够脏的。我要下山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清风走到这一步的。你能做什么？二叔。明日老祖见你，你不能走。你应该知道他要做什么。老祖心意，不可违抗。可我是你亲侄女啊。轩辕家不能没有天象镜，有老祖在，回山才有根基。所以把我献出去。双修之后，老祖就真的与轩辕家血脉相连。这回山传承数百年，不能断了前程。为了轩辕家，你不能走，有我在，你也走不了。都知道了。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？你不回山，我一辈子就是个门客。我进了问鼎阁，你就能信轩辕？我入赘回山，就能姓轩辕。我娶你，改姓轩辕。轩辕大盘再怎么也是天象境高人，不至于找个有夫之妇吧？袁庭山，别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没关系。成亲之后，你爱喜欢谁就喜欢谁，我可以不碰你。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要一个机会。我这样的人，在泥潭里滚一辈子，学的也都是二流刀法，真正绝学都在你这些名门世家手里藏着。我只有进了轩辕，才有机会入问鼎阁，才有机会出人头地。轩辕大盘能成天象境，我为什么不行？笑话！你觉得我会答应你？你好好想想，要么给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添房，要么我给你这一丝脱难的机会。就一个晚上，别想太久。听说你们家丫头要下山啊，被老二给拦住了。你没事也去劝劝她。轩辕家养了她这么多年，也是该回报家族的时候了。轩辕大盘没想着就此罢休，知道。那老家伙想要收了这一代所有的女娃，
就这么认了？他是天象镜，有他在，就有轩辕家不世威名。他满意了，就还是轩辕家老祖，轩辕家就还有传承。若失义理，何来传承啊？这话谁说的？书里读来的道理。你读书能读出天象镜啊，大哥。清风入了老祖房门之后，你们大房一脉就没了依托。你那点人脉，从今以后就交到我的手上吧。我比老二有人情，不会太为难你。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吧？别让我为难。你若想不明白，我可以去跟嫂子谈。她那么瞧不上你，这些年过得也是辛苦。其实，读书也能读出天下镜。哥，山楂，只收了这几颗。这孩子呀，天天守在山楂树旁，就等着摘给你吃呢。好吃，谢谢黄马。咦，怎么啦？有意思。北凉世子，是我。长得确实像，形不过4、5，神似却有8、9。阁下哪位？轩辕敬城。原来是伯父。您不是不会武功吗？怎么还飞过来了？我家有幅画像，你与画上的人相似。我没明白。我家画上那个人，与你却是息息相关。瞧你长相，确有神似之处。您说的是谁？看世子们遇间，有王妃当年的风姿。
闭嘴！二叔把下山所有的路都封死了。他们要把你献给老祖，怎么会让你下山？爹说的那些话，我本来还将信将疑，现在看来竟然都是真的。娘，你有下山的法子吗？我要是有法子，早就走。所以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？北凉世子送你回山的。您的意思是，走徐凤年的路子？轩辕家的事他怎么管？他要是不想管，又怎么会送你这一程？根本没办法下山，我怎么求他呀？骨子里是对的，世子心性耕谷乃是一时之选，假以时日，必定传承剑神的衣钵。哎，耕谷比不过这小子。天生的金刚镜，非凡人能比呀。既然不是来打架的，就少说我娘闲话。不是闲话，是实话。你和你娘确实长得像，长得像跟你家画像有什么关系？不瞒你说，我家你那幅画像，画的就是你的母亲。你见过我娘？卓金见过，是她画的。等等，你家夫人怎么还给我娘画了画像啊？卓金当年与北凉王妃相遇时，可她做的是男装打扮。一直都不知道。等知道的时候，卓金已经对王妃情根深重了。可那已经知道不可能了呀。所以他将记忆里的人给画了下来。对他来说，他想留下的，只是记忆里让他心动的那个少年剑侠。所以他一直喜欢的，都只是画中人。你想干嘛？轩辕大盘要和清风双修。轩辕大盘多大年纪了？已经100岁。他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事要传出去，有多少人看轩辕家笑话？轩辕大盘是天象教，谁敢笑话？只要武功高，就不必在乎礼义廉耻。可不就是这个道理？所以呢？你能不能下山，帮我给徐丰年带个话？不能。我还没说内容。就算北凉对轩辕家有兴趣，为什么一定要找你？徐家可以直接找你2叔3叔谈。徐丰年真的会为了你，去得罪一位天象境大高手？你只有一条路，连夜和我成亲，让我入赘轩辕。你一直等着这一天。如今灰山上，除了我，谁敢娶你？过了今晚，再没机会了。好，拜堂。晚上，这会儿会被人拦着。这轩辕大盘是想让轩辕一族的后代都变成自己的血脉，所以他想要的还不仅仅是你娘。
这种家伙，也是天象境大高手。武功境界跟人品没关系。敬城先生，你这次过来，不会是特地找我们说自家这点破事儿吧？我又杀了轩辕大盘，他可是天象境。 20余年，我已经学尽了温鼎阁的秘籍功法。你有把握杀他？再等5年，我能杀他。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这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我是活不成了。我不畏生死，但是心中终有挂念。你的妻女。 我死之后，妻女下场如何，不得而知。幸好世子来了，天底下只有世子能救得了他们母女。我为何要救？轩辕大盘死后，我女儿将会接掌徽山，可她太年轻，需要时间扎稳根基。这段时间。 世子可将清风作为牵线傀儡，掌控轩辕一族。从此以后，徽山一脉尽在北凉掌中。谁说北凉要徽山了？世子有什么顾虑吗？你还有2个弟弟，尤其是这个轩辕敬轩，掌控徽山多年，你女儿无依无靠的，就算有我撑腰，也未必斗得过他们。也有道理。 哎呀，你们说了半天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你不想把你女儿献给轩辕大盘，那用不着打打杀杀呀。你把女儿接上山来，嫁给世子，那不两全其美吗？是不是啊？轩辕大盘想要的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清风嫁不嫁人，他无所谓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全家都投奔我们龙虎，他们是邻居，相互搭把手，帮个忙也方便，不是吗？龙虎山不行。 怎么不行啊？我们龙虎出手，定能保你女儿安全。龙虎离徽山太近了，你们插手，轩辕家再无出头之日。就只有北凉，只有北凉。那你那2个弟弟怎么办？我先杀了轩辕敬轩。什么时候？这就上山。1个时辰之后。 我将登上孤牛大岗，和轩辕大盘决一死战。轩辕进城，请北凉世子观战。我若不去呢？世子就是轩辕家的命数。 这要真是有诚意啊，就应该把轩辕清风带过来当人质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家伙就是甩了个鱼饵过来。徐凤年终究是北凉世子，只要他在1个时辰之内登上徽山，就等于宣告天下，插手轩辕家族之变。等到时候要再想后退一步，可就难了。可是轩辕家族不和，这也是真的呀。何不静眼旁观，等有了结果再做打算？1个时辰之内我不上山，就错失了掌控轩辕的机会。上山有风险，不上怕遗憾。黄毛儿，你觉得我应不应该上山？哥想不想上山？想啊。其实徽山之行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如今轩辕大乱，更想亲眼看看。想就去啊。说得好，想就去。上山。世子，这碗可是惯例的，1个2文钱。娘，
今晚我就成亲。你无路可走，大不了我一死了之。你舍得死吗？三叔，求您给我留条活路吧。你跟着老祖，高深武艺随你挑选。但我不愿意。谁让你生在轩辕家？嫂子，你可知道我大哥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与我何干？这些年啊，让你跟着大哥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的这份心思，嫂子应该知道。三叔你，我那书呆子大哥哪懂得女人的心思啊？人心一生寂寞，我说的对吧，嫂子？放手！大人的事儿你别管。放开我娘！你别动他！世子，轩辕家门客众多，既然要上山，要不要把凤子营带上？我游览辉山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还要退路。要是把凤子营带上，性质就不同了。那怎么不让小王爷跟着？真动起手来，怕他收不住。明了没？你觉得要踏平这座山，需要多少人？已经足够了。长幼尊卑，以后可得记住了。嫂子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你想清楚后果。老祖宗传话，明日起，轩辕家主的位置就正式托付给我。从今往后，我不要在乎后果。走。这时候走，还有什么资格管你叫娘？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就打折你的手脚，亲自把你送到老祖宗房里。何苦呢？等等！我若不死，必将杀你。景轩。大哥，你从小性子就着急了一点儿，有些事未到尘埃落定，就先别着急下定论。等什么尘埃啊？等你吗？轩辕大盘赐你丹药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瞧得出来。老祖宗赐我丹药天冲气海，如今我也是指玄境，也算是有资格做轩辕家主了。这般拔苗助长，实属无根之木，对武道长远有害无益的。那我还得谢谢你提醒啊！这般着急，会毁了轩辕家的。那要怎样啊？景轩，你现在离开辉山，退出家族，我留你性命。这么多年，你连这个院子都不敢进，我就是当着你的面，打断了你女儿的手脚，再要了嫂子，你能怎么样啊？深山上下，家族内外都脏透了。这雨下的也算是及时，正好洗得干净。
我看你是彻底疯了！你既然敢……这个家族是该变。二爷，有人看到三爷去了大房院子，起了争执。无可救药，眼里就只有这点破事儿。去看一眼。二爷，二爷，北凉世子徐丰年正在上山，巡山的门客请示，拦不拦？召集门客。是。原来你会瞒了我们这么多人。没瞒过，是你们看我只念书，便认定我是个废物。读书就能读出真气内力，差不多吧。终于要出手了，不破不立。昆山已经被轩辕大盘带上了一条岔路，今天就由我来拨乱反正，重归正途。好大的口气！论武学，你跟金玉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我。那就把你的天赋拿出来瞧瞧。你是指玄，我便以指玄镜杀你。这怎么可能？空有功夫缺了心劲，枉费了这拔苗助长的指玄镜。景轩，你刚才这一掌，还比不过北凉世子那一刀惊艳。等等，大哥，我去和老祖禀报。轩辕家说，应该是你。我会杀了轩辕大盘的，家族复兴得留几条性命。我给过你选择。等等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我去和老祖禀报。轩辕家属应该是你。轩辕家属应该是你。死了。好汹涌的江湖啊！自此而上，便是我轩辕家私宅。敢问世子因何上山？这儿离那老头的贼窝还有多远？不算太远，再往上走就是古牛江，那处有块平地，是为大雪坪，轩辕大盘就在那里。就瞧瞧这古牛江大雪坪的风景。李淳刚，世子，这是要马踏灰山吗？你看我带马了吗？古牛江乃我轩辕一族老祖所在，不容外人涉足。下雨了。什么？有伞吗？借来用用。每年酿的一坛当归酒送过来，当真一口都没喝。忍到现在才敢出手。这酒确实不错，可以尝一尝。
不是不敢，家族确实亏欠了轩辕大盘。本来这个老祖算是镇住了回山，可没想到他竟动了这样的心思。怎么？小人只是来通传消息，徐凤年已经到达山门，二爷率领众门客正在与其僵持。来了就好，你去吧。是。你把徐凤年带到古牛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徐凤年要对轩辕大盘下手。清风，以后你娘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轩辕进城，你去哪里？古牛将，大雪平，圣人有云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这陈年旧物，是应该要扫一扫了。您要动手，他是天象境。管他什么境，谁都不许动我女儿。这辈子娶你，我不后悔。伞可以给世子，还请世子返身下山。我今日要是想看风景，就必须看到。麻烦让路。这儿不是北凉，拦住！爹要跟天象境动手，徐凤年又怎么会上山？自然是为你请上山的。为我？轩辕大盘如果死了，凭你个人之力，无法接掌回山。前提是轩辕大盘死了。他若未死，你可以跟徐凤年下山。我要带他上古牛将。我家世子要上山，烦请让路。你不出手吗？这小子想看风景，干我何事？我干嘛帮他？世子得罪了。停手！让他上山。这儿还轮不到你来决定。老祖下令，让徐凤年登古牛将。老祖让他上去。这种事儿我怎敢凭二说？让开！我来带路。走。终于走到这个地方了。轩辕进城，请老祖宗现身。
轩辕大盘不知道我要上山吧？临时扯的谎。如果轩辕大盘死了，这谎就没人知道。那他要是没死呢？那就什么都结束了。谁还会在乎一句谎话的？哎，老头，哎，你觉得他身段好吗？好身养，比你强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在长身体。没事，徐凤年不在乎。谁要他在乎啊？这么多年，倒是小瞧你了，是为你女儿来的。轩辕家近100年威望，全依仗老祖宗支撑。我代表轩辕一族，谢过老祖。你女儿就是谢礼。然而这条路走错了，错又怎样？轩辕进城求战。京城，读书可曾读到天地共鸣？你可知到哪一步才算是天象境？是否天象，一试便知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否熬过半招。跟谁动手？开始了，你觉得谁能赢？我当然希望我爹赢，但轩辕大盘是天象境高手，诸般武学无不精通，要赢他，谈何容易？我愿只身探昆仑。天象境真能凭心意改天象？只是凑巧撞上打雷天而已。要真能呼风唤雨，这天下就没旱灾涝灾了。反正我也不懂，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三爷死了，是轩辕敬城所杀，胡说八道。那书呆子人呢？上大雪坪了。不可能。李前辈，这轩辕大盘到底什么水准？当年窦建他输了，这以后我就不知道了。瞧着比当年长进了。那他爹呢？他爹山下条件还不是天象境。那岂不是输定了？境界未必能决定一切。轩辕大盘跟王仙芝都是天象境，人家一只手都能打赢的。那您呢？我一只手也行。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吧？
行逆海，这一战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已是必死之身了。还请老祖陪我同去。就凭你这投机取巧堆出来的天象镜，这怎么变3道了？快有结果了，生死胜败就在眼前了。真的是他！这是要停了！老祖小心！成了！你不惜性命全力一击，又可曾伤得了我？你也来了，正好。等杀了他之后，再与剑神一战。既然天象镜杀不了你，那么就再上一层。天象镜再上一层，便是陆地神仙，连王先知都没到这境界，你怎上得了这一层？老祖，可曾听说过昙花？初开便败，刹那芳华。神仙之地，陆地神仙，这境界说上就上吗？哎，他这是用自身气血为星柴，燃起星火，登临绝境。可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初开便败，他的性命也到了最后一刻。这不可能，就算是不惜性命，也不可能真的达到陆地神仙之境啊！从善如登，虽难可达昆仑。老祖宗真的应该读一读那些被你视为无用的书，若不能明了事理天心，你一辈子都不能登临此境。你也配合我讲大道理？
老祖还有什么遗言留给惠山？就算你现在是陆地神仙，又能活多久？只要我全力躲闪，你又怎么能杀我？到头来，还是我亲眼看着你不甘而亡。打不过就躲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是知进退。要是换做您呢？用剑之人，知进不退。不也行，还是用了天使。若真是陆地神仙，靠自身就能杀的，已经很了不起。你现在还能活多久啊？爹。等，我可以让青松做家主，我可以发誓永远不碰的。请老祖升天。老祖离世，家族不可一日无主，如山重担，只有我来承担。来人，将这谋逆者的女儿拿下！等等。北凉徐凤年，愿借天意，主掌轩辕。
抬走。是。夫人，轩辕大盘死了。他什么结果？大公子他以一己之力搏杀老魔头，同归于尽了。你是来投靠的？大公子说，他若战死，这锦囊交于夫人。世子，这是辉山，不是北凉。轩辕敬城欺师灭祖，罪不容恕。他的女儿怎能执掌辉山？就算撇开这不说，家族的诸般事宜，向来都是由我和老三共同打理。千头万绪，他如何接手？就算他站上了高位，族人又有几人信服？世子身份尊贵，有您在，自然能压得住一切波澜。可您又能守在辉山多久？他说的挺有道理啊。若我做了家主，也愿与北凉结为同盟。至于我这侄女，可以赠与世子。你家长辈都挺不要脸的啊。我二叔心性桀骜，如今轩辕大叛已死，我爹和三叔爷也离世，再也没人能压住他的野心。北凉与辉山相隔甚远，他一定会甩脱北凉控制，甚至会反身咬上一口。这样的盟友，你敢要吗？哼，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啊？他问你话呢。哎呀，这话不好回答呀。怎么说？这丫头要是说忠于北凉，轩辕家会不满；要说一心为家族，那徐丰年干嘛帮他？那不是选什么都错。殿下也该想想，有朝一日，陆国和徐凤年，你会怎么选？齐赵叔叔，话音音，别人听不见。你也听见了？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曹长青能放心吗？这一路他都在。我轩辕清风发誓，若我执掌轩辕，必定竭尽所能，振兴家族，让轩辕家屹立不摇。大话谁都会说，你凭什么做到？我为家主后，问鼎阁将为全族开放，即便是门客也可入内研习武学。作为家主，太后们真的可以出去太好了，我们也能研习武学了。
振兴家族，只怕家族成了别人爪牙。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辉山故立无援，此时依附北凉，也可保轩辕家平安。但我于此发誓，轩辕不会永远做别人棋子。等下一代天象镜出现之前，轩辕家将会全力配合北凉行事。那要是有了新的天象镜呢？有了天象镜，条件再谈。实在。轩辕家主之位，可不是二位这么说话就能定的。到头来，还是要看家族中人心中意愿。诸位，若轩辕家由这么一位黄毛丫头来做主，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？请各位扪心自问，谁更适合接掌轩辕？这还用选吗？长幼尊卑，常为一族之本。说得好，长幼尊卑。清风啊，你且听听，这才是人心所向。呀！是说长幼尊卑，大公子才是嫡子长孙，大小姐名正言顺，正该是轩辕之主。轩辕敬义身死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不是我，还能有谁？你爹不简单啊！雨停了。天变了。你刚才说什么了？你没听清吗？轩辕敬城和轩辕大盘同归于尽。轩辕清风将要执掌轩辕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你？不可能。相不相信都可以，可留给你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。厚葬二叔。大小姐放心，拿下袁庭山。是。收。是。
相信吗？为什么来通知我？帮你啊，给你。都起来吧。我说话算话。从今后，轩辕族人皆可进问鼎阁研习武学。门客凡有功绩者，亦可入内。这啥？你真不怕将来有天才横空出世，鸠占鹊巢？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。我既然做了，就敢面对任何结果。有几分家主风范？先生是？贱民不足挂齿。在下当年犯错，连累家人，是敬城兄救我全家性命，如此恩情，自当回报。我爹给我的。是。我也有。敬城兄说，轩辕大凡死后，若世子雪中送炭，这锦囊便交于世子。神机妙算啊！你不打开？世子还未回答，您想要什么？人多眼杂，要不单独聊？小姑娘，赏花呀？甜的。什么？我说这花里有蜜，尝起来是甜的。我小时候嘴馋，就总摘了吃。人家姑娘家都赏花惜花，你就想着吃。我命苦，就爱甜。是甜。哎。我爹最爱读书，这是他常坐的位子。他看书累了，就总爱望着这边的窗外。好像也没什么呀。是啊，这窗外不平江，无山色，也不知道他天天看的是什么。他心里想的，我从未明白过。做爹的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什么都自己安排，自己扛着，又不愿意说。大概是这样吧。写的什么？门客族人的性格喜好、生平际遇，大概是来把握人心的。大概准备了很久。徐凤年若贪念无穷，切勿相争，可投龙虎山。从此清明，你娘若不愿上坟，不必勉强。不能相濡以沫，便江湖相忘。
一是姓氏。打你出生，爹在桂花树下埋下一坛酒，1年1坛，至此23坛矣。私下取名女儿红，可好？莫怪爹唠叨。这些年，爹每年和你说话不过5、6句，心里攒了好些闲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清风，爹最可惜的是瞧不见你成家生子。若有将来，孙子叫扶摇，孙女叫雅颂，可好？他们想学文就学文，想习武便习武。人生苦短，糊糊涂涂过一辈子，就很好。总好过爹这样，一生求而不得，愿憎相会。怕你生厌，不再多说。祝余岁安好，无病无灾。我明白了。从这窗外看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但一直往下去的方向，就是我和我娘的院子。给世子留的什么？你这个爹呀！辉山没落，世子若想取而代之，只求留小女一条性命。轩辕大盘府内奇珍秘籍，尽献世子。大雪屏上便是轩辕大盘的住处，世子可自便。我不要回山财宝，也不要轩辕绝学。那就是要我。门外青鸟，论相貌不输于你，武艺远在你之上。虽然话不多，但是知情识趣，才智双绝。像这样的丫鬟，小爷我府上还有6、7个，我要你干嘛？那请问世子，究竟想从轩辕家得到什么？你等我一下。真甜。多吃点。请。陈娘儿，来点。好东西。请。干嘛？有事。您这是采蜜呢？挺甜的。前辈，您好歹是个剑神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。来点吧。哎，来点吧。别客气，来点。我家丫鬟。不瞒你说，西楚公主。别瞎说。你想要人家帮忙，你的身份瞒不住，
亡国公主，怎么办？这几日她就要回西蜀，千里路遥，最快最安全的走法，就是走水路。把她安全送到，就是要你帮的第一个忙。我自己能走。曹长青虽然武功高，但终究不会照顾人。有他们家的船，你路上安心些。官子无敌曹长青，世子这是敲打我呢。聪明人，不用兜售船。世子只伞镇辉山，就是为了身边人，够用心的。没办法，我家丫头还欠我钱，不能出事儿。谁欠你钱了？这么多年吃喝不花钱吗？那你列个明细，我有钱还你。得算利息。不管你怎么算，我都认。北凉世子，西楚公主，这谁能想到？想到什么？没什么。世子何时用船？开口便是。等我下了龙虎山，就该走了。你还要登龙虎山？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真要杀，我绕着走也要杀的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世子还有什么要求？确实还有一件事儿，也要轩辕家帮忙，也是用船。又送人？不，这次是接人。哪位？不止一人，不止一处，会比较麻烦。天下水陆皆有轩辕，不管接谁，世子尽管开口。时机到了才能告知。怕我泄密？我准备的事儿，谋划太久，牵涉太广，只能放在这里。不到最后关头，谁也不会告诉我。就送到这儿吧，我们自己下山。真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留着吃饭吗？轩辕大盘收藏了不少奇珍异宝、武学秘籍。他的东西我不想碰，怕脏了手。这还有完没完？大老爷吩咐，若世子未入古牛将轩辕大盘宅院，这个锦囊就交付你。那我要是进去了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世子不负辉山，辉山必不负世子。我爹的话就是我的话。你爹这是要把他的武学心得传给我？世子应得的。小爷不要。世子，轩辕敬城最后登临陆地神仙之境，他这本心得堪称神物啊！我有我自己的路走，何必学别人？心得留在辉山，世子随时可取。你们先走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走了，走了。你也回避一下。是。你呀，你不用一句一句小心翼翼的，我就跟你明说了，就你这样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还整天苦着一张脸。本世子对你没兴趣。把心塞回去，踏实办事儿，啊！走了，朋友，别送了。
怎么了？问你个事儿。说。你来辉山到底是行侠仗义，还是早有预谋？辉山轩辕家族确实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但毕竟来辉山之前，不知轩辕家族中人品性如何。最后选择了帮轩辕清风，也是种必然吧。按你的意思，就是行侠仗义了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但往往有的时候，行了好事，才会有好前程。哼，云里雾里。你借船还要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不到最后时刻，谁也不告诉你。为了报仇。江离啊，我也说不出为什么。这次辉山之行见到的种种，让我心里多了一丝害怕。怕什么？怕徐骁。你别蒙我了，这全天下的人都怕徐骁，除了你。说你怕他，我才不信。我是怕他老。小姐，大老爷吩咐，徐凤年若不结心得，这锦囊交给大小姐。徐凤年若不取心得，未来岁月必入天下，可谓辉山百年盟友。我爹究竟准备了多少锦囊？我这里只有这2枚。好料子，不便宜啊！是用私房钱准备的？这没交代。可惜了那本心得了，没拿就好。啊，前辈此话怎讲？武学不是烩菜，越杂越好。你小子想叫他人道路啊，心境上倒是有几分两袖清舌的味道啊。还有心境这么一说？我当时想的是，我把这册子拿了，那帮他的恩情不就扯平了吗？这么大个轩辕家，以后用得着啊。不过前辈这么一说，这心境上也说得通。看来我是武学奇才啊！哼。
知道。他也给你留锦囊了。有些话或许当面说不出来，要借这个说与你听。一个字没有。其实也是，早就没什么话可说了。他以陆地神仙境界击杀轩辕大叛，又安排门客刺杀轩辕敬义，给我留下消息，叫我掌控家族客卿。辉山一洗旧尘，重获新生，全是他一人谋划。最后还不是死了？难道您现在还觉得他窝囊？不觉得我们错怪他、误会他了吗？北凉世子呢？对你有什么打算？若能做个王室侧妃，也未尝不可。辉山百年基业做嫁妆，也不委屈你。让娘失望了。世子可瞧不上辉山，也没打算要我。他现在不要，将来却未必。娘这是盼着把我卖出去。各取所需，还不是求人？人活一世，哪有不求人的？我想试试。不做王室侧妃，也不要紧。如今风雨飘摇，借北凉之势稳住辉山。好了，娘不多说了。你长大了，心里自有定数。我想在大雪坪上为父亲修墓。随你。你一点都不在意。他酿的酒不错，一杯贵酒入嘴去，两朵桃花脸上来。这是爹写的。他还说过，山上那株老桂，每到秋日，桂子如玉，容而不媚。这话就好似他为人处事。你现在才说他的好，不讽刺吗？娘有说过他不好吗？爹为我们读书20年，终于读成了这世上最隐忍的陆地神仙。你放心，爹耗费心神留下这局面，我拼死也要让辉山不倒。
师傅人呢？他被叫上山了。出事了？龙虎山招我，世子速速上路。龙虎有变。不知道的以为劝我赶紧死。既然赵前辈这么说了，那我让大家准备启程。龙虎山恭请世子上山观景。不用管他，我们走。我能走，黄马怎么办？龙虎山天师府，天下第一门派。见识见识。大的头啊！哈，东西最好。怎么，这天师府要改商铺了？东西最好。东西最好，不是咱们写的，不是咱们写的。你们别跟着，我一个人上山。不行。黄马听话，哥上山谈事儿，你在这儿等我。那我等哥。世子出行，身边总要有个丫鬟陪着吧？不用。又不动手，真要动手的话，你们上去结果都一样。要不你这身份没法上山。哎，有时候我真搞不明白，你们俩我到底是欠了谁的？要不我陪你走一趟？多谢前辈。你怎么不把我留下来？前辈武功高，我留不住。你这不要脸的风范，快赶上你爹了！回前辈，家学渊源。行了，走吧，马上。你这一路算是走到终点了。到了龙虎山，我会自行离队，以个人身份救出小龙。回北凉后，我自会循军政请罪。上山。